一个28楼，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，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。咪咪，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，不能吓到它。咪咪。 喵！你把这个给我。不要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您别去看它，就别太多人，人走不远，人多了。退回来。它有点具体，我过来看一下它。但上面它是这样的话，它就不行，拉不过去。这个猫太怕人了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在楼下牵个网子吧。这种猫最怕的。没有人逼它，它不可能往上跳。可能想的办法从上面放到下面那一层。牵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。网子够的。 猫咪救援队，应该是动物救援队。这个都是猫咪，没有其他的人，就猫咪。咪咪，你咋那么怕人？ 人不怕人，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激反应很强烈，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。你们看到猫了吗？不要去乱搞哦。咪咪，对 ，OK。